上集提到宋太宗下詔集刻淳化國帖，將唐以前嘅書法精華收錄其中。所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賢。由帝王而起嘅宋代刻帖之風，影響至士大夫，甚至地方官員都開始刊刻前人書法名跡。今集我哋介紹嘅英光堂帖就係呢種刻帖。後世推崇嘅宋代四大書法家蘇軾、黃庭堅、蔡襄、米芾，佢哋嘅作品都被選入當時嘅刻帖之中。而四大家裏面，又以米芾嘅發帖同墨跡傳世最多。米芾一生喺多地任官，但主要居住喺潤州地區，即係今日江蘇省嘅鎮江。後來抗金名將岳飛嘅孫岳柯喺潤州任官10多年，出於個人嘅愛好同關注地方文化，岳柯收葺米芾故宅，收集佢嘅墨跡著作。喺南宋紹定2至6年，佢特別將家藏嘅米芾墨跡毛刻上石，拓印為英光堂帖。呢個拓本流傳咗700幾年之後，1995年出現喺美國嘅拍賣公司，最後由利士北山堂購入，第2年饋贈俾中大文物館，將呢件重要孤本由海外拯救回港。英光堂帖呢個名係來自岳柯印象中米芾海岳園嘅英秀同光彩，於是將刻帖命名為英光堂帖。因為原刻帖石早已不全，明清以來流傳嘅拓本亦只有殘卷。北京故宮博物院同中大文物館所藏係絕無僅有嘅原刻宋拓本。收藏喺文物館嘅英光堂帖第3卷尤其珍貴，因為呢本係唯一保存咗宋代原刻面貌嘅版本。最明顯嘅特徵係題手用咗4行大小一致，每行依次低一格嘅小楷刻成。呢本英光堂帖保留咗已經失傳嘅米芾書簡，具有珍貴嘅書法同文獻價值。值得一提，清代道光年間，徐渭人收藏呢本刻帖嘅時候，曾經重刻一本。後來學者張伯英讚譽呢本重刻本無一偽書，無勒之妙，不減墨跡。呢本重刻本係根據現藏文物館嘅南宋祖本毛刻，可以想象原刻之精更是無與倫比。文物館藏英光堂帖，保存咗米芾嘅小行楷，亦包括行草、大草書等大小不同嘅書體，同埋由規整至放逸嘅多種書法面貌。書跡年代早晚俱備。英光堂帖充分體現米芾嘅書法特色，佢尤其得力於王獻之嘅筆法，運筆快速而富於變化，不世進入。因為唔少係書簡，帖中亦展現咗米芾喺唔同時期嘅署名方式。所謂書如其人，書法家嘅才情、志向、學識、素養，自然咁反映喺佢嘅書法上面。英光堂帖展現米芾率性豪邁嘅書風，同時令我哋可以更具體咁想象米芾嘅生活點滴，亦感受到文獻記載中呢位個性怪異、舉止狂放不羈嘅書法奇才，佢嘅真情實感。米芾被時人稱為米癲，佢痴迷奇石嘅獨特癖好，甚至成為不少畫家筆下嘅題材。英光堂帖收錄嘅書信係米芾生平事蹟嘅第一手資料。
當中提到米舫接觸過嘅宋代政客名流，閱讀佢嘅書信可以讓我哋走近佢嘅生活，了解佢嘅個性。其中一封信係寫俾佢喺高郵當官嘅朋友。高郵位於而家嘅江蘇，當中提到佢向友人借閱《四時轉要》呢本書係唐代韓岳所著，係被歸入為農家類，可知佢關心農務。而且喺信中，米舫提到高郵、邵伯兩地嘅汛期會唔會影響到農田？另外，水利資源有冇俾豪族把持而有損國家利益？可見米舫對國家同埋百姓民生嘅關懷。另一書簡《楊家夫人帖》，舊稱為老妻帖，當中提到米舫對楊家夫人嘅款待。雖然米舫被稱為米癲，其實佢都好識得喺仕途中嘅人情世故。呢封信提到小兒作書，其實係米舫嘅幼子米有之。佢精於書法，曾經代父執筆書碑寫大字，但因為佢早逝，所以關於米有之嘅文獻甚少。英光堂帖中嘅米舫信札卻保留咗米有之在世時善書嘅記錄。另外，上冊第一帖祖略帖係致平國事嘅書信，收信人應該係張敦幼子張煥。北宋神宗年間引發新舊黨爭，米舫周旋喺兩黨之間，一方面同舊黨嘅蘇軾、蔡紹交游，同時結立新黨張敦之子張弛同張煥兄弟，為仕途早作籌謀。讀英光堂帖中嘅書信，米舫對幼子米有之嘅書法深感驕傲，佢周旋喺新舊黨爭嘅事蹟都歷歷在目，令我哋更具體咁認識呢位書法家，感受佢嘅喜怒哀樂。只要你掌握到欣賞法帖嘅竅門，就好似睇緊一出真人 show，人物關係錯綜複雜，情節緊湊，引人入勝。